迎大家嚟到呢一個嘅 Lodge 公益遙距去舊迎新活動。咁咧，我哋呢一個活動咧就會係持續有7日啦，會去到係12月30號嘅，差唔多到2026年啦。咁我哋咧要將2025年之前嘅所有呢一啲，無論你係曾經係開心、唔開心，或者係經歷所有嘅無助啦、創傷啦，都會喺今晚嘅去舊迎新呢一個活動啦，好帶動大家去讓呢一啲過去嘅舊有嘅模式啦，去流走、流動佢嘅。Lodge 嘅能量佢係嚟自於美國嘅，已經喺地球上有30幾年嘅啦。咁喺2024年啦，咁先嚟到華人世界，然後再由我嘅一個導師啦，雪萍老師啦，去介紹俾我。我咧就喺2024年嘅10月第一次去接觸，咁第一次我老師幫我去做嘅時候啦，我感覺我俾佢去幫我去做呢個 Lodge 嘅能量嘅時候，我隻腳嘅湧泉穴啦，係好似摩打咁去轉嘅。咁我老師話啦，呢一個嘅能量啦，就係嚟自於光之全有嘅能量。咁我就好有興趣喎。咁因為我自己咧就係天使光人療癒法嘅創始人。係啦，咁喺呢度啦，唔好意思，我亦都係未介紹我自己啦。咁我叫做 Katie 啦，係啦，我係一個能量療癒師同埋導師，咁我亦都係 Lodge 嘅導師，同埋可以教導師嘅導師嚟嘅。咁喺呢一年幾啦，我運用 Lodge 嘅能量幫啲朋友做療癒啦，同埋係教學嘅過程中，咁亦都見到好多人嘅改變啦。咁Lodge 嘅能量我哋喺運用嘅時候咧好好玩嘅喎，就係當你用一雙手啦去為他人去做嘅時候，係啦，咁你去啟動呢個 Lodge 嘅呢一個高頻能量啦，咁佢咧就會喺對方同埋我當中咧有一個嘅保護嘅磁場，係啦，呢個磁場咧就會去避免我哋所講嘅一啲低頻能量互相去干擾嘅。咁我哋都有一個光嘅磁場喺度嘅。咁呢個 Lodge 嘅能量啦，可以為他人去做啦，亦都可以去自我照顧。咁我喺學咗 Lodge 係2024年10月啦，到而家啦，我每日都喺度自我照顧，咁讓我自己咧嘅能量啦係好即係我哋叫能量提升啦，同埋意識清晰，同埋每日都精神充沛嘅。咁我自己咧係運用 Lodge 嘅能量啦，協助好多朋友啦，好好玩嘅就係，如果你有一刻你覺得自己係低頻咗，咁我喺呢度都邀請你咧，去運用 Lodge 嘅能量啦，將自己從2G 到6G 去躍升佢，係啦，去到6G 嘅能量。咁而 Lodge 嘅能量嘅力咧，就係我哋講嘅係關於源頭，你呢個無限嘅存有係創造嘅源頭，係啦。咁然後咧，就係能量嘅流動。咁我哋係好似太極呢一個嘅流動一樣啦，咁係讓呢啲能量可以去運行嘅。咁然後 G 咧就係生命力，呢個咧係生生不息嘅生命力。所以 Lodge 嘅能量咧，我哋形容佢係一個高頻嘅能量，生生不息嘅流動嘅生命力。咁我哋今日啦，我哋嘅活動啦就係關於我哋係將2025年係啦。之前所有嘅我哋曾經經歷嘅，無論喺地球上經歷啦，喺香港啦，或者喺你自己所在嘅地區啦、國家所經歷嘅一切啦，喺呢度，咁我一陣咧都去運用 Lodge 嘅能量啦，係用搖佢嘅手勢去發放呢一個Lodge 嘅光啦。咁你哋大家亦都可以去接收，將你隻手啦就放喺你嘅髖關節，呢個髖關節係啦呢個地方。好。除咗而家喺呢一個嘅 Zoom 上，我哋大家喺同一個空間啦，你哋可以去接收呢一個能量啦。咁我哋亦都有啲朋友係寫咗佢自己嘅名啦、屋企人嘅名啦，或者係佢一啲寵物嘅名啦，同埋佢哋嘅房屋呢一啲，咁可以我哋喺呢7日咧，亦都會將呢一個 Lodge 嘅能量去發送出去，咁讓我哋大家喺呢一個空間，或者係同時，我哋都大家去得到呢一個嘅係療癒，只要你願意去接收就得啦。咁仲有一樣嘢，你接收即貢獻，
係啦，當你願意，譬如你為他人去寫，為屋企人寫啦，為你個屋企嗰個空間或者公司呢個空間去寫啦，攞住嘅能量啦，呢個光芒啦，發送去呢啲地方同埋每一個人啦、地球啦吓，同埋吓願意接收嘅各位朋友嘅。好，咁我哋喺2025年啦，好，無論你經歷過乜嘢嘢，無論你嘅心情如何，喺呢度啦，都邀請大家，跟住落黑住個光，一路去流動，好，咁而家咧有我哋喺呢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啦，學過嘅亦都有落黑住嘅導師喺我哋 Zoom 上嘅，好，喺呢度咧都邀請你哋一齊，好去發放呢一個落黑住嘅光。攞住個光，呢個療癒光啦，配合靈性世界同埋人類嘅意念啦，可以將呢一個能量啦，去移動，去發放到去需要嘅地方、地球、每一個人、動物、植物、空間，都可以。好，而家邀請大家放鬆，好，放鬆你嘅頭，放鬆你嘅頸，放鬆你嘅膊頭。放鬆你雙手，放鬆你嘅心口，放鬆你嘅頭腹，放鬆你嘅腰背，放鬆你雙腳，讓身體完完全全咁放鬆，將所有專注力翻返你內在。如果你哋而家無論係坐喺度、瞓喺度，或者係喺呢度，就邀請啲朋友，如果揸車嘅翻屋企，你哋先用去接收呢個能量啦。因為當我哋去發放落去嘅能量，你好放鬆嘅時候咧，咁好想瞓覺嘅，咁喺呢度咧，都邀請大家如果喺屋企或者係某一啲環境，你可以放鬆自己嘅，你就放鬆佢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啟動 Lodge 嘅能量，此時此刻，當我們祈求和神聖嘅源頭連結，進入宇宙無盡嘅光輝中，淨化身心，讓所有美麗嘅存有臨在於純淨嘅光芒中，擁有內心嘅平靜、喜悅與愛。我們呼喚 Lodge 嘅光、愛與覺知，以及所有純粹嘅意識，光之存有嘅高頻能量嚟支持我們，啟動偉大嘅療癒力量和意識嘅揚升。當你越放鬆，越打開接收，落去嘅光源源不絕咁去發放出去。無論你而家身體或者係心情，或者你嘅精神狀態，無論係點樣，喺呢度都邀請你放鬆，放鬆，再放鬆。你越放鬆，越打開接收，落去嘅光源源不絕咁樣通過你呢個存有，通過你身體，打開你身體所有嘅廿一個脈輪，一路發放出去，去淨化你所有嘅能量中心。無論你曾經經歷過任何嘅身體、心靈嘅創傷，無論你曾經有啲乜嘢嘢所講嘅負面嘅消極嘅諗法，同埋所有無論你係家族遺傳嘅呢一啲嘅共同嘅集體意識，攞住個光流經嘅時候，佢會讓呢一個能量去重織、去修補你頭先所講嘅呢一啲嘅能量嘅缺口，
讓我哋嘅能量更加完整。我哋亦都願意嘅話，讓我哋過去嘅自己，無論你傷心嘅自己、無助嘅自己、唔開心嘅自己，無論你由細到大所經歷嘅嘢，嗰部分，我喺呢度咧，都邀請過去嘅你，跟住落黑住個光，邀請佢哋去落黑住個光，跟住呢個光團，去意識之光度。當你將過去呢一部分釋放咗，而家由你呢個無限嘅存有同你嘅身體一齊100%擁有對你身體嘅擁有權，同埋選擇嘅優先權，全部翻返嚟你自己身上。無論你曾經經歷乜嘢嘢，同埋喺過往，如果有邊一位朋友或者係有啲祖先嘅能量同你有關聯嘅能量，好喺呢度咧，都邀請佢哋往前行，講俾佢哋知，好多謝佢哋，好多謝呢啲傳友們，佢哋都係個無限嘅傳友。過去嘅你都講聲感恩佢哋，所有一切你都帶住感恩，然後讓佢哋行過，然後我哋重新開始，我哋喺2026年新嘅一年及所有嘅永恆入邊，對於我哋呢個無限嘅存有嚟講，我哋有無限嘅可能性，無限嘅選擇。你哋帶住無限嘅呢一個意識嘅能量，一路向前，多啲去選擇對你嚟講更輕鬆、喜悅而豐盛嘅一切。邀請你哋去結束同過去嘅你昨天嘅關係，同你嘅身體昨天嘅關係，同埋同萬事萬物昨天嘅關係，同你祖先嘅能量，同埋你所有貢獻俾你嘅所有朋友嘅能量，昨天嘅關係，每時每刻每日都係可以有新嘅開始，亦都邀請你哋睇到你哋自己係一個無限嘅存有，去融入呢個 Lodge 嘅光芒當中，你哋就係呢一道光，去成為呢一道光，成為光之存有嘅源頭。喺過程中，無論你哋想打喊路、咳，無論你想流眼水，或者吐氣，你身體都會將佢曾經固化嘅去稀化同埋液化出嚟，允許能量流動，允許能量流動。無論你以前曾經有啲咩觀點去創造你嘅實相，
如果有一啲固化嘅觀點創造你曾經經歷嘅嘢喺呢度，係啦，你都同呢啲能量講聲，我願意轉動佢180度轉動佢，然後讓佢跟 Notch 嘅光係啦一路流動係啦，我哋亦都向前行，每日都讓自己輕鬆、喜悅而豐盛。喺呢度都邀請你哋，如果有乜嘢嘢令到你哋唔輕鬆，請你重新選擇。如果唔係喜悅嘅，請你重新選擇。如果唔係豐盛嘅，亦都邀請你哋重新選擇，讓大家喺生命中呢一切及金錢都嚟得輕鬆喜悅而充滿榮耀。完全去接收呢一個 Lodge 嘅能量，讓呢個 Lodge 嘅能量邀請 Lodge 嘅能量，將療癒嘅效果調到最大。咁就係今晚咧，你哋係啦，喺瞓覺之前，亦都可以將手放喺你哋嘅髖關節嗰度，去接收 Lodge 嘅光。而當我哋去啟動 Lodge 嘅能量咧，佢有3至5日呢個能量依然喺度流動。咁你只需要去接收，然後講 Lodge 嘅光，請療癒我；Lodge 嘅光，請療癒我；Lodge 嘅光，請療癒我。呢個能量依然喺度流動。喺呢一個活動呢7日咧，係啦，都邀請你哋臨瞓之前都自我照顧，係啦，邀請 Lodge 嘅光去療癒你，去接收呢一個能量。呢一個能量會讓我哋放鬆、溫暖同埋好平，讓我哋喺呢個平靜和諧嘅空間越嚟越擴展。無論你哋而家係瞓着，咁你哋就讓自己去瞓着。有意識嘅朋友咧，係啦，咁我都邀請你哋一齊去感恩，感恩你嘅身體，感恩所有萬事萬物。好，咁我哋呢度咧就感恩宇宙，感恩 Lodge 嘅光，感恩我哋嘅身體，感恩我哋嘅全有，感恩萬事萬物。我哋感謝神聖嘅能量，因為通過呢一道光芒，我哋經歷咗蛻變同轉化，一切都係完美協調嘅。感謝，感謝，再感謝。好，咁我哋係啦，呢一個活動咧就會喺呢幾日，你哋都可以去報名，因為我每晚咧都會去再發放呢一個 Lodge 嘅光，去俾報名嘅嗰啲朋友啦。我哋講地球啊、香港啊，同埋報名嘅朋友同埋嗰啲房屋空間嘅係啦。咁仲有幾日嘅，咁我哋連續有7日都會將呢一個能量發放出去。咁喺呢度咧，都感恩大家喺呢一度嘅參與，亦都邀請大家係啦。咁喺嚟緊嘅呢7日啦，都可以去接收攞住呢個高頻嘅能量。係好，咁好，多謝大家。
好，祝福大家啦！2026年啦，更加輕鬆喜悅豐盛，係啦，要求更多，同埋喺呢度咧，同宇宙要求更多。當你哋見到邊度有好開心嘅嘢啦，你就同宇宙講，我又要，係啦，你就講我又要，可以嚟更多嘛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當你要求宇宙更多嘅時候，宇宙就會俾你更多。當你越擴展你嘅空間，宇宙就越豐盛去填滿。好，感恩大家去參加呢一個嘅係啦，今晚我哋現場嘅帶領呢一個嘅虛構延伸。咁我哋睇下陣咧，我哋都會即係將呢個視頻去發放俾大家，係啦，咁你可以跟住呢幾日都可以跟一跟。好，好，多謝大家。